40岁的吴建豪和新加坡百亿千金石真善超过5年婚姻完结篇，双方在去年12月离婚，男方去年6月连寄2封离婚协议书给女方，也让原本求想和的女方心死，主动寄新版协议书，正式离婚。IG 放上旅游照，吴建豪跟周杰伦在美国参加艺术展览活动，心情看起来豁达开朗。原来吴建豪跟新加坡百亿千金石真善5年的婚姻正式画下句点。艺人吴建豪 vs 记者那跟太太哇。吴建豪2013年11月结婚之后，才1年就在 IG 撕破脸，更屡屡传出婚变消息。每次被问到太太，总是不愿多谈。根据新加坡法律规定，结婚3年内无特殊严重原因证明不得离婚，即便3年后，必须提出合理理由，且双方认可才能离婚。艺人吴建豪在私人事情，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比较保守，不太喜欢说我的私人事情，所以现在也是一样，私人事情我是不会说的。谢谢大家。去年6月，吴建豪连寄2封离婚协议书给女方，理由是彼此已无共同超过3年，但女方说申请合法分居是2016年，根本没3年。第2封理由改成老婆不支持他事业，兴趣不相同，但女方认为对方不再告诉他行踪，他当然无法支持。女方想求和，但连2封离婚协议让他心碎，主动寄新版协议书，双方在去年12月正式签字。歌手吴建豪小婚礼。So marry me, marry me, marry me, girl。终于爱到你说我愿意，镜头前唱的甜蜜。吴建豪也曾在媒体前透露会送老婆情人节礼物，还传讯息套招，但是根本没有，也让女方怒批电视上的吴建豪都是假的。双方有人透露，2人结婚第2年就发现彼此价值观差异大。再加上女方喜欢跟友人跑趴，吴建豪比较低调，如今纠缠多年，总算是给彼此自由。